商業覺醒，揭開勤奮嘅假象，點樣由做死一世變系統贏家？一、拆穿勤奮嘅大話，點解越努力越窮？好多老闆仲守住舊個套，覺得老實、貨真價實就實發達。喺商業架構師眼中，呢啲只係入場勸詐。如果你攞張門票當係進攻策略，你根本係攞住把生鏽刀去當坦克。點解你會越做越窮？有3個核心死穴：利潤黑洞、盲目打價格戰。如果你唯一賣點係平，你其實係攞條命嚟換錢。中小企無規模優勢，夾硬鬥平，只係用現金流同員工情緒去填個無底深潭。毋庸錯率，大公司有系統，有錢燒，佢哋輸得起，你輸唔起。同樣係咁努力，大公司嘅邊際優勢隨便都碾壓你個人嘅努力。勤奮嘅詛咒正係識做完，唔識做啱。成日執着打磨件產品到100分，但你唔記得咗，而家呢個年代產品係過剩嘅，客戶嘅注意力同信任先係最貴嘅嘢。Yeah. 賽道先係王道，揀對電梯好過跑餐死。喺生意場入面，時代紅利遠遠大過個人努力。努力只係幫你加速，但佢改唔到你行緊邊條路。電梯理論，如果你企喺部上升緊嘅電梯，即係大趨勢爆發性賽道，你就算行得慢，都會好快到頂。如果你企喺部落緊去嘅電梯，即係夕陽行業低效模式，你就算跑到斷氣，都只係原地踏步，甚至加速跌入谷底。正賽道得2個重點：低邊際成本，多一個客，你幾乎唔使加多1分成本，例如軟件、電子教材。無限複製，生意唔可以靠體力或者限制喺某個區，可以跨時區、跨國界運作嘅系統，先至有資產價值。3、收入模式對決，手停口停 vs 自動運作。95%嘅人行緊45年計劃，打工或者做自僱人士，用時間換錢，呢種叫線性收入。正反5%嘅人行緊2至3年系統計劃，佢哋嘅目標係將收入同時間掛鈎。線性收入嘅死穴，生意越好，你越忙，成本、人手、管理越複雜。老闆網絡好似做大咗，其實係越做越攰，現金流仲緊咗。系統收入非線性。例子，如果你想喺沙田第一城每個月收7至8萬租，你要買7單位，總值起碼2800萬。系統槓桿，但如果透過建構一個超連鎖 unfranchise 系統，用2至3年時間搞好100%業績共享，你可以用極低成本達到同樣嘅現金流。呢個就係系統嘅威力。4、財富槓桿，由勞動力變系統老闆。高手會用20%精力整產品，用80%精力整渠道同槓桿。建立系統有4層：勞動爛命一條，靠體力換錢；流程霎將經驗標準化，唔好過分依賴某一個人；系統用 AI 自動化電商代替重複工作；平台整一個利益共享機制，等人哋嘅努力都同你有關。核心槓桿點 AI 數位槓桿 AI 係你嘅數位分身，幫你24小時搭客揾客。垂直共享 Vertical Participation 傳統玩法係上線食下線，搞到大家有競爭。真正嘅超連鎖係100%業績共享，大家利益一體化，無奈好先可以真正借到力。實戰演練 check 下你有冇發達基因，唔好等產品完美先推出。商業金句係先賣後整 ，sell before you build。執一執你份清單，可複製性，我做緊嘅嘢可唔可以變做 SaaS 或者數位資產？垂直共享，我可唔可以100%借到人哋嘅力，而大家無利益衝突？非線性增長，客人多咗1倍，我嘅成本同工作量係咪依然咁低？自動揾客，我套自動揾客，
自動成交系統搞掂未？AI 替代率有幾多嘢可以交俾 AI 做？總結，你想做挑水佬定砌水管？你可以選擇每日辛辛苦苦去挑水，或者用2-3年時間砌好條水管。砌水管初期可能一滴水都冇，但一駁通咗，啲水就會源源不絕。唔好再盲目努力啦，停一停，諗下點樣由挑水佬變做水管主人。我而家就介紹一個可以切實可行嘅超連鎖事業俾大家了解。傳統 vs 現代，點樣跳出窮忙漩渦？1. 唔使俾加盟費嘅超連鎖 unfranchise。傳統 franchise 好似麥當勞7-11，要你俾幾百萬加盟費，仲要抽你水、權利金，仲要限死你個區。超連鎖係將成套標準化系統、marketing 工具同培訓俾晒你，但唔收加盟費，亦無領土限制。最正係你可以秘立開始，風險細到幾乎冇。45年計劃 vs 預置3年計劃。45年計劃，傳統打工，由20歲做到65歲，最後發現通脹快過加薪，老咗仲要擔心錢。預置3年計劃，每個禮拜抽8至15宗砌水管，目標係2-3年內整套自動化系統出嚟，創造被動收入，攞返時間自主權。賺錢嘅底層邏輯 BV 同 MPCP。3. 乜嘢係 BV？Business Value。BV 就係分數，每一件獨家產品都有對應嘅 BV， 無論係你自己用、客買定係你成隊人買出去，啲 BV 都會入落你個 BV 銀行。只要咗右兩邊夠分，系統就會自動出糧。4. MPCP 點樣做到100%業績共享？傳統傳銷最驚脫離，下面勁過上面就冇錢分。但呢套 MPCP 制度係垂直架構，下面求其一個人產生100分 BV， 會100%向上傳遞俾晒上面所有合格嘅店主。大家唔係競爭對手，而係一條船，真正做到你贏即係我贏。創業5部曲，唔使諗到好複雜，就係入伙自己用斜線試賣，出 BV， 合格揾2個戰友，執行力教識佢哋做同樣嘅嘢。商業腦袋大開發，點解你以前會輸？6. 點解努力同拼係唔夠？物美價廉同勤力只係生存底線。如果你淨係識鬥拼，最後只會搞到無利潤，中小企根本唔夠大財團燒錢玩。贏家係靠揀啱賽道同埋有系統。7. 線性收入 vs 非線性收入。線性手停口停，工資 consultant， 收入有上限，因為你得24小時。非線性靠系統，好似 software 自動化流程。你瞓緊覺，個系統都幫你行緊，增長唔再受你體力限制。8. 通路大過產品。而家呢個年代唔缺好產品，係缺注意力。邊個手上有客流同成交系統 distribution system， 邊個先係大佬？未來趨勢 AI 與跨境電商。9. AI 唔係工具，係槓桿。AI 幫你自動化客服，寫 sales script 跟進客，佢將原本要人手做嘅線性工作變做數位資產，幫你無限放大經營效率。10. 點樣唔返大陸都賺到內地錢？利用跨境電商模式，公司搞掂晒微信商城、物流同埋保稅倉，你喺香港或者全世界開張單，後勤全部有人幫你執。呢個係亞太一體化嘅紅利，直接食住中國市場個大餅。總結一句話，如果你唔揾一個瞓覺都有收入嘅方法，你就要工作到4個日。呢套超連鎖生意就係俾你一個機會，由做死一世轉身變做系統擁有者。